亚洲 U15青少棒锦标赛8月17到23，伫咧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棒球场热情开拍。参赛队伍分别有韩国、泰国、日本、香港、菲律宾、斯里兰卡、巴基斯坦以及台湾等8支亚洲代表队参赛，为球迷带来精彩甲热血棒球响应。冠军赛由台湾甲日本两队争取上冠荣耀。比赛中不止选手表现热血，民众的加油声嘛同款精彩。我们是谁？谁的主场？世界冠军 ！Let's go！ 两队精彩手臂，互双方伫5局前拢无分数入来，一直到第6局上，陈柏佑攻出一支3垒安打，互中华队一连摕下2分。比赛进入第7局，中华队摕下最后一个出局，全场球迷热情欢呼，欢喜庆祝台湾再次摕到冠军的荣耀。代表市长黄伟哲出席体育局长陈良前，也替市长祝福台湾队表现优良，摕到冠军输赢，展现坚强的实力。作为棒球协会，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这边举办比赛，各位教练选手大家辛苦了，因为这个场地呢是在今年3月份完工，我们在2个礼拜以后。这个园区就变成我们国家的棒球训练基地，这个是第1场比赛，动物赞不赞？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